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。約拿書1章3節。猶太拉比指出，希伯來文嘅從有2個字，有因懼怕而逃嘅，亦都有因為要破壞關係而逃。喺呢個地方，約拿逃嘅係要破壞關係嘅，因為佢唔想服從神嘅吩咐。喺創世紀當中，該隱嘅逃亦都使用咗要破壞關係而逃。雖然呢2個字有同樣嘅前置詞，意思卻截然不同。仲有另外一個相似嘅字，主要係描寫人因為畏懼神嘅威嚴同能力，想從神嘅面前逃跑。呢個係冇體會過神臨在嘅人冇辦法理解嘅感受。亞伯拉罕、雅各同以撒就有過咁樣嘅經歷，佢哋嘅反應係戰慄地敬拜神。好多時候，我哋都想從神嘅面前逃跑，因為我哋意識到生命裏面嘅不聖潔，就好似以賽亞睇到神聖異象嘅時候，意識到自己嘅不潔，第一個反應亦都係咁樣。或者我哋最需要認識嘅希伯來文字係我在這裏，意思係立刻順服。等我哋一齊對神講：主啊，我真係好驚，驚到要死，好想逃跑，但係我要信靠你，我要留落嚟。你要我做啲乜嘢呢？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哥林多前書15章1節。我今日成了何等人。對於神白白賜下嘅恩典，保羅有住講不盡嘅感謝。如果你一生最大嘅成就只係完成咗神兒女應盡嘅義務，你願意嗎？如果你一生最大嘅收穫只係聽到耶穌稱讚你係個忠心嘅僕人，卻冇任何人注意到你嘅服侍，你願意嗎？我哋都比較容易順服於一個偉大嘅理想、絕佳嘅機會，但係就好難順服地做一位神嘅忠心僕人。如果我哋要似耶穌，就必須學習自我犧牲嘅謙卑，並且順服神以至於死。有一日，我哋終會睇到一切都係神嘅恩典。